今日嘅題目信心而行為，請嚟讀雅各書2章17節，作者嘅嚟讀。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，就是死的。信心咪行照行為，才算為義嘛？唔是，雅各這個強調嘅行為而因信稱義嘅真理完全無衝突。雅各主張因信稱義，等於反對魔鬼式嘅信。魔鬼會在信嘅衝突，但這一款理性上嘅同意甲因地悔改嘅相信無變樣。魔鬼嘅信無變叫人得救。雅各從未反對因信稱義，伊應並答應亞伯拉罕信心，這就算為他的義。這到23節，只是雅各把真信心必然引發嘅行動甲信心做者評論，進而做出這個結論：亞伯拉罕被算為義嘅信心，是藉向以撒得以彰顯甲見證出來嘅。雅各答：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睇，我便借着我的行為，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睇。也記載到18節。唔是出於信心嘅行為，從來無變出弱性。行為必須源於信心，但信心卻不是源於行為。故此，唔是信心行照行為使到人稱義，乃是罪人本着神嘅恩典，借着信心，因此得以稱義。但是如果信心是真實得救嘅信心，就必然會帶出行為作為證據，就是雅各用身體嘅靈魂做比喻，人會在身體嘅靈魂，這兩者都是從神而來嘅，唔是人嘅工作。請人再來讀雅各書2章17節。做這個開聲來讀，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，就是死的。請人再來默想這段嘅經文，然後就各自祈禱。